长了曲菌的黄豆在竹篓里慢慢发酵，得在恰到好处的温湿度中成长。那现在第3天了，你不能超过40度了。开窗降温，有时得盖棉被增温，像呵护婴儿般。等待的过程也真像怀胎。菌丝长进黄豆之后，要在酱槽里足足待上10个月。时间一定要够，时间不够就没有香味。至少300天香气才够，才能酿造酱油。72岁的彭春恒说，从他的父亲开始就是这么坚持。这缸已经发酵超过500天，逼出精华，越陈越香。很多客家乡亲直接买来做酱菜。虽然知道工业化速成产出的酱油早已席卷市场，彭春恒和太太多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古法。黄豆跟麦子，再加上就是盐巴。再就是糖，其实整个客家这个很传统的酱油就只有这4个主要的一个成分而已。最重要的还有被轻易舍弃，但彭家人毫不妥协的时间代价。当你在市面上买到酱油，如果它跟汽水一样便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它一定是用快速酿造方式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原料去做的。那海中性死酿总在便宜这是良心事业，不能骗人。这是海陆腔，事先我们讲要黑良心死酿，总在便宜。第3代的彭国柱实际参与之后，更能体会每一滴酱油都是坚持的心血。他决定放弃工研院的工作，接棒传承父母的信念。公司其实它人才济济，不差那一个人，但是这个工厂传统工厂，其实我有没有回来就关系到它是否继续下去。彭国柱说，酱油虽是调味配角，在客家的酱菜文化中格外重要。酿造过和没有酿造过的，入口就知滋味大不同。传承3代的老酱油厂力抗竞争，要留住迷人的豆麦香味。一係良心事業，做唔得便宜；一係良心事業，做唔得便宜。谢谢宗怡老师。